重要一点，就是说它接了台八以后，台八跟我们的国一、国三啊有接哈，所以变成未来哈3条横向这个纵向的道路哈，彼此得到一个连结哈。那我们看台南的这个路网哈，北边就是台八市有到这个西滨，那这一条就变成国八哈，然后接到我们的这个郑文溪桥，也是到西滨哈，它是对于整个我们七股跟安南哈的这个观光的发展是非常重要。那这个桥因为它跨过郑文溪，再往南就是台江国家公园，所以它在环保生态上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哈，包括它的肉墩，包括刚才我们局长报告的它的造型的设计哈，因为这里整个台南的这个海边，这里是包括候鸟哈、水鸟啊的构境，那另外就是我们黑面琵鹭的这个栖息地哈，所以我们在整个的设计上面也花了非常多力气哈，我们也可以想象。未来这座桥在整个郑文溪的这个出海口，所以它势必是一个安全景观的一个大桥哈。我觉得它除了在安南跟七股的这个整个的观光的发展以外，对台南市的发展也非常的重要哈。无这条路的情景下，算交通较无方便。咱若假使要对安平过，你来个对国姓桥走去安民路。哦，走你这个汽车大众路车，靠活动去探过到安平，啊，所以这条若通了，直接过，探过咱土城，探过咱到咱安平，哦，这条要探过到咱安平，未来会咱地方带来繁荣，啊，佮带来大发展安尼，啊，完才有生意的，这个生意有大家有钱赚安尼，哦，这是阮做地方基层的一种上要看的这个愿望安尼。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2005年到现在17年，所以地方也盼了很久，但是很多公共工程都是要一棒接一棒，一步接一步，赶快台61线赶快连下来，不仅是对地方一个重要的事情，也对台61线的整体路网的形成也很重要。因此呢，我们都很谢谢我们关系各位里长各位议员各位立委，大家都非常关心，千呼万唤始出来。那现在我们的新建经费现在到96亿，终于能够这个成功的开始要动工了。谢谢王部长能够最后拍板定案，也谢谢各位会当这个划时代对咱台南市的交通，对台61线的整个的贯通，南北的流通足重要的，会台61线。闸门溪桥会当这个动工，刷来过闸门溪了后，进入安南区，伊的路线大家嘛足关心，希望接下来一直继续做，一直到高雄安尼南高之间，以及南部地区的这个路线就会更完整。你好，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布里拍片因为客家老早88千议案以及光电设立甲前经发局长涉嫌贪污议案等重大争议，影响民众对台南治安甲清廉的信心。市长每天10号邀集相关单位紧急召开记者会，强调所有行政程序拢是公开透明。以99年到104年所发生的非法罗渣案为例，对前市长赖清德任内废除执照开始，到市长吴依铁主动迁都，将不法以上拢会看得严严。台南市政府当时是赖前市长。在104年9月21号的时候，就已经废止那个行为人的许可再利用的执照。那黄市长上任以后呢，更主动积极来办理这个炉渣的清除作业。那只是环保局要以主动清除炉渣，主动移送检调，而且主动公开炉渣办理情形。那我现在就把这个整个炉渣的清除办理情形来跟大家报告。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在我们的右上角这里。绿色跟黄色是公开用地，那左下角黄色的
这个是在大湾段的是农业用地。那在工业用地里面，61地号跟240地号已经在110年12月7号跟111年2月20号已经清除完成。那在蓝色的部分，蓝色的804号地号，那也是要求清理人行为人要在今年的4月30号前要清理完成，都要去定期巡查，只要发现有不法的非法弃置，立即通报检警来追查不法。另外，针对88情议案，警察局长对来表示，已经审押5名嫌犯，正积极查扣主嫌的过程。市长嘛强调，其实对108年到111年枪击案的件数，已经大幅度降低71%。借此来鼓励基层的士气，嘛让市民安心。暴力犯罪发生数降低，枪击案件发生数降低。扫黑的件数增加，拦阻下来的就是第一线拦阻下来诈骗的金额增加，就表示后2个表示大家的这个警察以及相关我们包括银行行员大家的努力来防止诈骗，所以减少民众的损失。因为案件发生钱汇出去了，就算歹徒抓到了，你到时候钱也追不回来。前2个部分是经过警察、警务人员还有所有协勤人力的努力，所以扫黑所以这个暴力犯罪发生降低这个枪击案降低，这个部分是警察局所提供的资料。我相信没有警察敢涉案，所以说面对这么重大的案件，所以说也接受大家的监督，那也可以细节的部分，检察局也会再提供进一步的部分。日前，警方局长涉嫌贪污议案，警方主嘛强调，对去年5月初接到检举以后的主动行政调查，绝对无拖延，嘛无暗砍。伫以上检调以后，嘛完全配合，希望案情会当赶紧水落石出。咱的新闻，军职何秋邦采访报道。公路总局嘉义区监理所10号邀集所属的监理站、甲警察、交通、客运以及风景区管理处等单位，共同召开春节连假的疏运管制。特别因为今年有10天的连假，加上疫情解封，民众回乡观光，预计将出现大量车潮，所以这出票价、转乘以及租车等3大优惠，就希望大家加坐大众运输，提升营路品质。去了解应该是近10年来假期最长的一次那而且最近有疫情相关的管制措施也逐渐的解封所以我们预期在这一次的春节连假，应该有报复性的出游，还有原本的返乡的车潮返乡车潮，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大家要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来出游。或是返乡或是返乡。那如果真的自己要开车的话，当然也要注意好行车前安全的检查跟相关的交通安全的规定才能顺利安全的到达目的地惠中公路总局嘛针对过去容易塞车的台86线关闭归林路段，因为北门、南昆新、大田府等走出的热门景点，透过第5区永江处，除了陆续改善路口车道、入口的管制等做法以外，嘛建议民众随时注意路况，行替代道路。我们把关庙交流道的那个入口的部分的那个效率能够提升首先就是说。我们这次的提升，从硬体的部分的话，原来是右转一个车道，直行一个车道。那我们去年的话，就针对这个路口的提升效率的部分有提升，变成2个右转的增加了直行也有2个右转，所以直行的也部分有2个车道，所以说总共变成有4个车道。那这样的话，整个一个路口的一个通行的效率能够提升。那个北门的部分就是南昆生、代天府的部分的朝圣的部分的话，非常的车多的部分。那我们也规划了一个替代的道路那包含周边的停车场，我们也协助那个南昆生、代天府的地方周边的停车场的部分也做好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规划。那提醒用人在走村的时候，能够
开车慢一点，好，那没有关系，就是塞车的部分可以走替代道路的部分来行驶。过年期间如何出门袂塞车，一定要做好行程的规划，随时掌握路况。当然上好就是坐大众运输。今日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也唔知要经什么年会吗？由民地理办公处甲该社区发展协会所合办的水高社文化季以及冠村年会大街，就结合南区在地真侪传统店家所呈现的腊肉、烟肠甲大饼等冠村口味。记者会中，伫透早烧烧出来的红菇粿，竟是有食过年头好到年尾等好吉条，而这拢只是当中的一小部分。2月13到15有将近100间的店家来摆档，让大家一摆满足。我们今年的年货大街很不例外的，一定是要把我们原住户请回来，还有我们原住户的眷村口味的腊肉香肠，还有它的特色小吃。比如说我们的腊肉香肠，这个一定是必备的。那当然，今年比较不一样的是说，我们的文创的部分，我们今年在13号有做了一个红菇粿 DIY 哦，人讲吃粿好过年啦，吃粿大赚钱啦，所以呢，我们想利用这样子一个怀旧的一个氛围哈，让所有来到水交社年货大街的好朋友，他可以亲自来体验一下自己动手做红菇粿。该活动由里社区甲南区区公所合办，已经是第3档。根据了解，去年疫情虽然有办，不过并无试者，就已经有3-4千人次，所以相信今年会吸引更较侪人潮，邀请大家做回来水高社园区。我们都知道，我们南区的眷村富有非常丰富的眷村美食。那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美食推展，我们希望就是说，把南区最好的眷村美食能够行销出去。那利用在年节之前呢，办理这样子的一个年货大街，让所有市民朋友到我们南区来我们水交社这边走走，那顺便采买我们的所需要的年货。记者会中，包括王家珍、周丽珍、甲李启伟3位议员，嘛拢亲自到场到宣传。王议员回应伊心目当中的眷村美食甲妈妈的口味，希望甲所有社区职工做伙来发扬在地美食。而且到时除了澎湃眷村年会，现场也阁有写春联、创意春联 DIY 等活动，加上街头艺人变脸等表演，感受台湾文化甲年节气氛。台湾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谢谢大家。台南咸水活金港灯节将伫1月14号开展，今年有超过50组国内外知名艺术家共同参与，以社内画卷为主题，呈现超过70件作品。那整个灯区包括我们的策展的灯区、新创的灯区，还有学生灯区，还有我们船屋的部分也都会在今年盛大的展开。我想今年可以说是从月之美术馆到月津港的一个整个灯区的布置，可以是盛况空前。活金港灯节是利用咸水在地环境特色，伫活金港清水公园水区以及周边水岸空间设置社馆装置艺术作品，举办到今已经超过10档。参观的人是愈来愈多，伫去年首次突破110万人。月津港灯节已经在全国各地已经打响了知名度，那已经是应该是全台湾10大灯节之一哦。那在我们盐水小镇特别的让人家醒目，而且配合着月之美术馆，已经变成前后辉映，再配合着盐水风炮，也变成动静皆宜。因此呢，我们月津港灯节今年又有更多新的装置，能够让大家感受到360度的环场。另外，主办单位也设计一款活动造型体灯，会当让民众坐回去自行组装。开幕活动也将伫1月15号登场，邀请到金曲歌曲艾怡良压场演唱。展期为春节到元宵节，为期1个月，陪伴大家为年前到礼到年后。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追求美丽是人类的天性，从古至今，化妆品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近年，预防医学观念兴起，非开刀医学美容渐成风气，带动相关产品市场大幅成长。
例如医美中心的成立，透过各式新兴技术与材料，让人们维持健康与青春美丽。此外，各种生医美容产品成长也是惊人，吸引许多生医材料与奈米科技等公司投入制造研发产品或原料，像小分子生态、胶原蛋白等，让生医美容产业成为国内最有前途的热门新兴行业之一。中华医事科大也看见医美这个庞大的潜在市场，特别增设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要培养新兴学子们进入未来可期的医美产业。人类都是爱美的，所以医美产业就如雨后春笋般的蓬勃发展。目前国内大概有4万多名的医师，其中1万多名就投入在医美产业，所以医美产业的发展远大于现在台湾人才培养的速度。那因此我们就成立了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来培养医美的专业人才。因为自己入学前比较喜欢化妆，然后也对这个科目有兴趣，之后也想要从事医美或者是美容师的工作，所以才会选择就读这个科系。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香香美美的，自从国中毕业之后，有看到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有在招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那我对于医美类非常的有兴趣，那希望我之后在这个科里面能够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我们医美科老师都具有博士学位或助理教授以上资格，为这方面科系的翘楚。为了帮助同学提升实务能力，我们也购买了许多先进的仪器设备，包括像音波拉提、多功能肤质检测仪、无针离子美容仪。为了同学这方面的技术提升，我们也建置了专业教室，像是化妆品调试教室、彩妆教室、造型教室、SPA 生活馆、医美技术教室、情境模拟医学中心，让同学具备强大的实务能力。透过我们华医的医美科系来讲的话，这种情境教学的模式，所以能够带给学生他们在学中做，做中学，更能够介入到我们实务的技能。为了让同学进入职场前具备专业能力，我们也和国内知名的医美集团或医美诊所合作，例如像艾尔利、益群、佐登尼斯集团等。同时，我们也在学期间培养同学专业证照，例如化妆品丙级、乙级、美容医学美容师、美容医学咨询师等，让同学在进入职场前具备高阶的竞争能力。就读我们医美科5专，前3年是免学费的哦，后面2年比照国立大学收费。实习期间，单位还会提供生活津贴，让您生活无虞。所以，5专医美选华医，许你直癌一生美丽。对着美术馆来讲，丰富馆总是相当重要的工作。郭维美、廖修平、陈奎东3位艺术家，捐出因家己的作品予台南市美术馆。美术馆特别举办捐赠典礼，台南市长黄伟体也亲自出席来表达感谢。那尤其作为美术馆也好，博物馆也好，一定要充实馆藏。那充实馆藏，台南市美术馆除了自有的基金各界的捐献以外，另外都是市府的这个公预算编列。但这远远不够更何况有些大师的作品，它是不是你可以去架构收藏那所以说，一定是要许多我们的前辈、我们的老师愿意把他们自己收藏的，能够捐赠给我们博物馆。
艺术家郭伟美长期支持南美馆，捐赠以800个无产的画作，到今已经累积捐赠42件。艺术家廖小平在展览结束了后，拢会捐赠作品给南美馆。到今除了自身创作的9件作品，同时也捐赠20件收藏。艺术家陈辉东是南美馆第一任董事长，一直伫艺术领域顶悬做着贡献。这摆是将伊家己的肖像画捐赠出来。我的作品还有我学生的作品，我捐给台南美术馆。其实是我做了抛砖引玉的这个的动作，后面还会陆续还会捐。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能够引起更多的前辈艺术家、藏家也都踊跃来捐献给美术馆。我们也希望各界艺术家或者收藏家或者家属可以把你们最好的作品可以捐给南美馆。南美馆是一个典藏作品最好的一个地方，我们会善尽保管的责任，让全体市民、全国同胞都可以陆续看到这些作品之外，还可以衍生一些其他的一些推广的活动。在这里，我代表美术馆非常感谢3个艺术家的捐赠，也感谢各界对我们南美馆的支持。艺术家将作品捐赠给南美馆，代表对因专业的信任。南美馆也会持续伫台南推广艺术，希望将上美好的作品留伫咧台南。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台南市西区扶轮社颁发清函做合金的活动，对2009年开始到目前已经持续14档。上午的颁奖仪式原本由议长曲丽丽主持，不过临时因为重要的行程，改由办公室的主任曾耀德陪同。由着社长苏进国带领社员一一来颁奖。非常感谢西区扶轮社，其实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精英，那也对社会有许多的贡献。那从2009年到现在，他们已经持续14年的疫行，然后这样的助学金来讲，对小朋友有很大的帮助。那也期待这些受奖的小朋友，未来能够抱持着更多回馈社会的心。然后来努力，然后来回馈我们这个社会。举办这个奖学金已经14年了，每年都为了这个孩子大家能够希望这个孩子以后长大也能照这样来回馈社会，希望我们的社会更温暖。来自各行各业的西区扶轮社社员，因伫个事业有成以后，嘛积极兴盛，长期关注奖助合金，和协进国小甲立林国小。上午2间学校的校长嘛特别出席，感谢扶轮社。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孩子们把这份爱心传达，要回去告诉我们的家人，让家人都能够体会到这份爱心来自于社会大家的关怀。我们自己更要自立自强。表现得更好，每一天都让自己更好那也再一次表达学校对于我们各界对孩子们的关心跟帮忙再一次表达最深的谢意，谢谢。非常感谢西区扶轮社对我们立人国小特别我们的孩子扎根善与爱，让这份善与爱在农历年前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小朋友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资源，能够缅怀在心。同时我们也所有的小朋友也将用这份的心继续去往后的学习甚至未来有机会的话长大成人，能够秉持着我们西区扶轮社所有社友的一个精神跟理念，好好再把这份的善跟爱正向的循环下去。14年来，西区扶轮社每年发放助学金，除了鼓励学生用功读册，另外嘛希望囡仔伫个大汉以后。嘛用的回馈社会，甲善甲爱的正向循环落去，互社会更加温暖。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普仁奖是灵鹫山开山主持新道法师，伫个2003年抱着关心、爱心甲慈悲心的服务社会的生命关怀理念所创立。每年伫个各中小学校选拔出品德优良并且积极向上的学生，
今年台南区总共有157名学生透过老师来报名，经过志工的资料审查，并且亲自家庭访问加评量，最后选出108名学生获奖。今年是灵鹫山普仁奖迈入第20年，那也是我们台南区的第18年。那这18年来，这20年来，就是我们透过了这个普仁奖。或许获奖的同学的这个数字，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数字，但这背后的意义跟这个过程，我想这是非常的无价。那我们取名为这个得奖的这些同学是为小太阳。那我想这个小太阳，它无非就是不仅它能够闪耀自己，那还可以温暖照耀别人。伫个颁奖的当天，首先由着6家各式的武术队带来精彩的表演，包括市长黄伟哲、各区的区长、议员拢到场出席。活动中，主办单位嘛特别感谢各国中小学校的支持，并且颁发品德推广的楷模奖，互连续3档拢有学生上榜的学校。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